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古早话咧讲，面粉起大价，愈食愈细地。咱的电价讲是足久无起价，所以要来反映成本11%，要起好济。所来央行来挡物价，要来 surprise， 互你半马升息，敢是真心息？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區德勝。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大國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主持人好，大家晚安。那麼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蔡玉珍。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第四位，淡江大學產經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看，在咱台灣國內4月開始，電錢平均要起11%，電價一起，物件敢會跌得起呢？國發會的主委龔玲興伊來表示講，對着小賣店的影響，佇疫後進行條款內面有調節的預算。幫助小店家會當減輕影響。另外，大宗的物資嘛降稅，會延長到6月底。那麼希望會當壓制到國內的物價。那基本工資的部分，勞動部的部長柯明春表示，會喺第三季上架的這個工資審議會當中來做討論。電價喺4月全面調起，各界反倒講什麼物件攏對得起，尤其小食店衝擊真大。怎麼補救？沒來破泡嗎？透過這個1.2的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怎麼樣讓這些小店家他能節能減碳更好，而且就是有一些輔導措施啊。受到衝擊的，我們要怎麼辦？大宗物資的這個減稅方案從3月份會延到6月份，讓進口的大宗原物呢可以平抑。看到政府因應配套還未完全上路，但是已經有業者宣布要起價。有名日本打麵店一蘭是宣布4月初1開始，豬骨麵豆碗計小來到3億，差不多起4%。回答的創辦人吳英芬來台灣一定會去食台北甜品店豆花莊。對4月初1開始，商品的計小嘛會淡薄調起。這個總處估算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會調降到2.03%。另外，基本工資的調整，賣考慮電價。有關於今年的最低工資基本上會在第3季啦我們都是在第3季召開。我想各個委員都會參考重要的這些因素重要的指標，然後來保障我們基層勞工的生活。抑國國內通膨的有機心理，央行進前是宣布講起利息半碼，但大建議趕快預測今年國內經濟成長率會超過3%。到我們的股市紅彤彤的表現得這麼的熱絡，這時候央行即使升息半碼，對於整個經濟冷卻的程度，就像燒了一把大火，你只拿一把水槍噴2滴水，其實效果並不大。工商團體呼籲講，最近幾年無適合國調起電池，行政院長陳建仁是回應講，國內的電池是還未完全調節到，但是為了穩定民生物價，會一步一步調，袂一擺總調。記者綜合報道。早早咱看到這新聞大。觀眾朋友，你感覺這些國事如麻啦？股市伊講即擺咧大倒火即擺用水槍要升半碼到底有效無效？但是我今仔佫看到講，央行總裁講，如果你來電價4月份來起11%，伊預估啦，講今年的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加0.27%呢，0.27的百分點，這塊其實超過1/4咯。這樣的意思是講，到底是咱的馬鈴薯起價，還是大米起價，還是什麼起價，還是條仔起價？這聽落足驚的呢，老師。因為我即馬看這個咱央行你講的這個起價的這個程度加咱的主計總處敢若有一下出入啦主計總處是講，若起電價起1%的話，安尼這個 CPI 的這個年增0.12
啊，这是0.27，所以讲较悬啦吼。啊，但是咱知影这个通货膨胀有2个原因嘛，吼，一个是这个成本面，一个是需求面，吼。咱头拄看底片，因咧讲的其实嘛是拢2款无共款的掺在做伙讲，掺在做伙讲啊，比如讲咱的国发会这个主伊讲的迄吼，就是讲即马迄个进口的大宗物资的这个降税吼，要加延长到6月啊，吼，这就是要避免这个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大家成本卖起较悬啊，对吧？啊，头拄啊，迄个台经院这个孙主任吼，伊咧讲的迄是这个需求啦，就是讲因为这个股市足好的，啊，这个需求会规个扭起来吼，所以因讲的无讲足共款的。啊，我即马咧看这个用咱中央银行，伊可能讲将这2个拢加做伙安尼起来讲，啊，所以讲伊的这个计算吼是偏这个主计总处有较济，啊，但是吼，他拄啊，咱咧休困，咱咧开讲的时阵吼，迄蔡老师就讲啊，伊讲咱就爱看伊特别的这个权重啦，吼，是到底是倒一项吼会去互这个电价扭起来吼。那因为主计总处因早做这个较细部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资料啦，吼，所以讲这我看是会当参考一个主计总处吼，以这个细部的这个分析，吼，咱来知影讲这电价起来到底是倒一个部门会受到影响较大。是，但是吼一开始咱是点题的吼，点题是讲哦，台电要起价吼，到底这个时机对唔对？会使起也袂使起吼？这国民党的党团讲袂使，3月29号，我的议会决议马上停止。调整到这个电价，老师你敢有同意？咱爱分2个部分看啦吼。就是讲，咱看迄全世界的石油市场吼，因为有遮个战争啦，啊，美国有遐个甲迄个几个国家吼，唔甲伊这个 embargo 啦吼，就是甲伊封锁。啊，所以其实油自这个2010年左右吼，迄阵差不多40块美金吼，啊，即摆已经起1倍啦吼，80几块美金。啊，而且即摆咱拢知影乌克兰战争了，俄国的石油吼，唔单去互管迄个管制迄个量，啊，佮管制迄个价吼，啊，所以即摆这个情形之下吼，其实咱的迄个成本拢有起啦吼，尤其发电的成本吼。所以这部分是足清楚的啦，吼，因为咱一定是爱，把这个反映成本爱反映吼。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咱自古以来政府吼，老师你讲自古以来哦，自古以来，这是历史工业啦，吼。咱伫足侪这种成本啊，国际连接吼，咱拢想讲看会小可甲切较开的无吼。我嘛同意讲，咱也会使安尼慢慢啊来吼，啊，互大家安尼慢慢啊调整吼，是一个好处。但是安尼一调吼，我头讲过吼，2010年到即嘛，已经14档啊啦，14档啊吼，这是来调了有够慢，调了有够久吼。那阿婆啊，北骹吼，行袂行，啊，袂使安尼啦，社会袂使安尼做吼，政府袂使安尼开啦。哦，政府嘛，袂使，不管你是倒一党啊，自古以来就应该爱去哦。已经14年。其实吼，特别拢若要选举的时阵吼，大家拢爱讲，应该大家印象最深的党长吼。你若执政党吼，你若开始调关这个电价吼，安尼就无选票吼。所以党长这2字，大家应该拢做有印象的吼，已经连续对小英总统这8年吼，若要去讲到电价，开始就讲党长吼。啊，所以台电这几年来真正是了足侪钱的，但是做侪人讲，咱的税收遮尔啊侪啊，所以咱就是超增遮的税收，大家嘛拢有收到这个6000块嘛吼，就是咱超增的遮的税额，都是来补贴这个台电遮亏损。去年讲啊补500亿去。对，去年这个部分就补500亿嘛，所以每一个人啦平均起来吼，嘛是算袂少嘛吼。你若讲2300万人啊补500亿咧，你看每一个人敢若电钱就甲你补偌济啊？因为这拢是用全民的税收超增的这个部分，政府的这个税额吼来补台电嘛。啊，所以其实10几年来拢无起，啊，你参全世界电价比起来，其实
真正是因为乌俄战争这2年外，吼，对2年前的2月，到即马吼已经2年超过1个月以上啊。啊，所以欧洲其他的国家，你看，你若去德国、去法国、去英国，其实因的情形、因的经济，因是物件足贵的吼，啊，但是通膨足严重的，啊，经济足歹，吼，所以要维持着讲吼，台湾参全世界。会当有无共款的即个发展吼，其实咱看讲吼，其实美国拢开始拢伫咧升息对无吼？因已经升到5%外吼。中国大陆你若有厝的人，为什么恒大搁迄个即个中国做房地产吼？啥那房价遮尔啊严重？因为因的利息有够悬的，因的利息差不多7%、8%吼。啊，美国基本利率到5%外时，咱这边为着这个电价要起，吼，要起，为着电价要起，所以咱的中央银行先起半码，吼，啊，这个半码本来大家讲，啊，美国都准备今年要降啊，吼，今年大概有3%，吼，大概足侪人拢去买债券嘛，吼，拢去想讲美国要开始降利率，吼，要开始降，所以咱就要去买美国的这个短期还是中期的这个债券，所以大家拢印象讲啊，美国都要降啊，像咱台湾的中央银行搁咧起，吼，都是因为着要平均吼，咱这个物价，咱这个因为电价这个影响吼，可能所带来这个通膨的压力吼，因为其实你讲王美花讲一句话讲啊，咱电价起11%吼，但是大家吼忙物件拢甲你起10%，为什么咧？我最近去这个小吃店吼，去这个夜市啊买做侪物件，啊你看到拢讲，哦，即摆来变遮贵。你敢知影蚵仔煎一个偌济？咱的蚵仔煎印象拢大概60块、70块，都已经食袂落来，对无？歹势，我伫咧新北市凊彩一打的即个蚵仔煎，即摆拢90块。你电价还无起，伊就90块啊。但是我咧想讲，啊电价起落，伊敢起100块起会起哩？你爱安尼想哦，一个便当，一碗牛肉面，一个便当即摆拢180起跳，吼，160、180起跳。你要甲起到200，安尼毋才有到11%嘛？所以一个即种烧腊店的便当，若180，你起到200，即个头家一定想讲，安尼敢有人要来买？吼，除非是 Uber 啦，就是叫外送啦，吼，就加起来差不多啦。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你去 Uber 即摆原来照常加起哩，但是加起哩你爱想讲消费者敢要买单吼，所以我美花因为即个讲我电价起11%，但是吼毋是逐项物件拢会使起，因为平均起来每一户即个家用的用电一个月差不多加60块吼，一个月60块，大家拢收到是2个月即个电线的销单嘛，所以差不多加120块吼，啊120块你会感觉是会感觉讲有严重无吼？这是咱每一个人的生活甲收入无共款嘛，所以做一人才会讲，你王美花吼，你若一个月赚3万块，你试看卖啊，若一个月赚3万块的人，即马要过吼，因为等于是差不多最低工资嘛，所以日子要安尼过，照这个电价起来，万物齐涨，你要去外口食一个物件，真正就歹过。哦，你若阁有贷款，即马阁升息半码，哦，升息半码，你若贷款800万，嘛是阁加几啊千块，所以对因来讲是有淡薄仔严重。我要讲的是，这边的这个电价起来了，电价起11%了，虽然民生的部分影响较少，但是人民的感受会感受到有压力。但是我要讲的是。啊，遮做生意的人，你爱评估讲，你若要加10%起哩，啊，你要看你消费者要提出来对无？对，啊，但是我想的是，可能遮的即个店面、遮的夜市啊、遮的即个小吃店、餐厅，我想因应该唔敢起10%，因为起10%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伤重的代志。要反映直接反映这个电价，老师你感觉认为敢有可能性？我是感觉。无啥可能会全部安尼反映啦吼。拄则玉珍姐讲伫新北市拢食着90块蚵仔煎，我会当出来台北市有60块的，有70块的。我的意思是讲吼，平平牛肉面台北180，去到苗栗我无可能讲你伫新北市会买到这90块蚵仔煎，但是这必须
毕竟是特殊的所在，可能会有90块啦，绝对毋是全面性的啦。像安尼讲，因为今仔蚵仔煎若起到90块，一定有其他的所在，大家会感觉讲蚵仔煎我食袂落去嘛。拄则迄个医生就讲着，我食袂落，我会去食其他的物件。这就是物件本身，因家己之间，因来当即个替代的话，因来当安尼有替代性，会当讲替代性的话，咱就会当讲啊，即个物件贵，我就来食别项。拄则看到一兰拉面讲要起价，啊，你若一兰拉面买袂遐贵，我就来食其他的面就好啊。所以当大家有一种替代性的话，伫即个时阵呢，我若要甲你起价，上重要原因讲起价，我是希望消费者会当帮我加负担寡。但是今仔日消费者若拢完全，伊若卖出来，伊完全无爱甲你买，你根本无法度移转互伊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就绝对无可能甲迄拍数起来，遐紧绷起来遐悬嘛。所以这是看物件的啊！你要讲平均的物价起啊到中央银行讲的遐济，其实我感觉伊有真有需要甲大家讲吼，啥拢会起遐济啦。因为全台湾来讲，全世界大家拢会当讲物价起，敢若咱中央银行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袂当讲物价起，因为你若讲物价起吼，代表讲你物价一定起的啊！啊嘛代表讲你控制了无好嘛啊！中央银行绝对袂当讲，伫即个电价也未决定要起进前，虽然讲媒体有足侪报道讲可能要起10%，要起11%，要起几%，中央银行袂当看，中央银行的总裁袂当看报纸讲要起11%，所以我爱起几%。你若感觉讲0.27过去是真悬的即个幅度的话，事实上伫过去这1-2年的时间，咱台湾的物价。起都唔是0.27啦，想要伫这个过程之中，你无爱好好去控制物价。你伫电价也未起进前，你颠倒会用一个讲啊，我都有测着讲啊，这个价效可能会起吼，所以我要升利率。啊，那这个理由是会当成立的话，啊，即摆咧升安尼敢袂付啊？都袂付啊，因为一点是袂付，第二点是代表你过去控制了无好。像咱我会安尼讲咧。咱虽然讲即件电价起10%，但是咱伫真济的即个咱一般的主体，咱一般的即个小用户，其实是起到3%尔，起无遐济啦。吼啊，像咱会起无遐济，嘛是考虑到讲一般民生的需求，受不了啦。对着咱一般的民众吼，冲击会当讲伤大啦。所以我感觉中央银行伊若要起即个半码的话，其实伊应该好好思考。伊嘛会当伫伊起了，你去观察即个物价到底会安怎变化，再来微调，再来调嘛。啊，因为你过去已经一段时间无调啊，你若真正感觉讲起10%就会起的话，大家会当回想到过去咱节目当中嘛讨论过真济件即个基本工资，基本工资伫即7、8年来已经起袂少啊。物价有起起来无？无。啥物我会讲无，因为是伫过去这段。即个落西啊去入侵乌克兰以后，较会造成着规个即个物价怎啊咧起起来。啊，到一个重要原因嘛是2020年即个武汉的肺炎开始造成着即个美国即个无限制的印即个钱出来。啊，所以较会讲变成讲咱即马伫即个全世界有一个物价会随时有起来即个环境。所以我会感觉讲，中央银行伊若感觉讲吼，起电价就爱起利率。啊！以后我看咱可能爱做细腻的起基本工资，有哪会对咧起利率？因为伊小工会当去算。虽然讲基本工资伊起的是特定的即个领基本工资的劳工，参与起电价，参咱一般的即个民众，大家拢会影响到无啥共款。大家拢会缀起啊。对，但是你嘛是爱去想看卖啊，因为讲实在吼，拄则我非常。林东即个罗老师讲到啦吼，讲咱即个电价一直无爱起，实在是袂使。虽然石油是一方面，其实咱台湾伫即几冬来，因为受到真济即个人民的重视吼，大家慢慢啊讲啊，我含烧炭也袂使，我着爱去烧即个天然气的。啊，天然气炭即个物件，特别是天然气，伫即几冬来受到罗西亚去入侵即个乌克兰，你看伊起偌济，对，所以伊价小起啊个，你小看甲。反映伊的成本的这个上涨，我感觉这是真正常的一个代志啦。这样哦，我来请顾老师哦，他拄蔡老师咧讲中央银行这个动作，你感觉敢有修正的可能性？
甲话收转来吞转来，讲无啦，我讲唔对，我重新来做安尼，够我懂。我看咱中央银行伊的决策啦吼，甲这个理监事会成员有足大的关系，因为杨总裁有讲嘛，敢若有一位理事伊讲拢卖叮当，啊，剩的讲拢爱升，哦，啊，所以说这是甲较早的这个理监事的看法无啥共款吼。我咧观察就是讲，咱的中央银行从较早甲即马吼，会当卖升利息，伊会尽量外升，会当降利息，伊绝对降利息。吼，因为咱台湾是出口导向，吼，出口导向。那甲美国无共，美国是内需导向，所以美国呢会当升利息，伊绝对升，而且佫升息循环。吼，因为伊对伊个消费有帮助。吼。啊，咱台湾其实我即摆毋是讲你替因讲话啦，我是讲分析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等于咱台湾出口导向，吼，所以讲咱的这个出口的产品，特别是这个传统的产业，你要甲海外甲人，比如讲甲韩国竞争就好啊，吼，你韩国的自由贸易，吼，自由贸易的这个覆盖率，你要甲8成，咱敢若10成无够，对无？啊，所以讲你就是爱靠这个。汇率吼，汇率爱有较稳定的汇率。无啊，最近咱嘛输韩国呢，那韩国嘛赢咱啊，因为欢喜甲举国欢腾啊呢，因为咱无人伊也降落去啊，降落去了变做赢咱啊。对，啊，即摆咱是讲咱这个央行的较早以即摆这个伊个逻辑啦吼。那所以讲这边啦吼，会升这半码吼，咱回到这个，就咱莫讲较早，即摆这边升半码，我感觉一寡原因就是。伊嘛受到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启发，因为日本算起利息嘛，啊起了后，日本日元无变强哦，吼，啊咱台湾嘛共款啊，你这边你起利息，结果台票嘛是无变强啊，啊这就符合哦，咱较早一直以来咱的央行的这个逻辑哦，就是讲，用比较这个稳定的台币汇率来支撑咱的出口，那而且咱去年出口做歹。哦，那今年呢？要刺激者，嘛唔是讲刺激啦。今年讲，譬如讲，这个汇率无影响到出口，伊就是因最主要的这个原则，哦，会当这个符合。加一下险者。那另外呢，你看今嘛这个金融市场有一点失序，对不？哦，这个因为这个市场上资金太过蓬勃，所以讲这个时间点哦，来起一个半码。嘛是防止这个金融市场。但是他在咱新闻大讲啊，讲我咧起大火啊，你用水枪甲半尾啊，尔，大家已经拢投入去啊。老师，你认为呢？我同意他拄啊，阮台经院我的同事孙主任讲的吼，就是讲火遐尼大，你喷2点仔水无效啦吼。啊，但是你上无你有做一寡代志，是这个意思哦，罗老师。无啦，因为咱坦白讲啦吼。因为中央银行做什么代志拢会去风险啦，吼，所以咱唔是甲险哦，总裁，我唔是咧甲你险哦，咱是好啊讨论哦。加重要的一个部分啦，吼，就讲咱即马伫台湾吼，咱对外投资的扩大，啊，咱骨落去的这个出口的市场爱细向，啊，咱即马伫台湾内底靠内需甲靠房地产伫。大拉大赚的人愈来愈多，啊，结果一个代志足清楚吼，过去这2冬吼，其实外资伫台湾股市安尼哪弹哪放哪走，已经走1000多亿美金去啊。啊，但咱是因为靠当年拢有迄个顺差吼，咱出口比进口较济吼，所以咱会使去对遐扣1300亿回来。啊，所以到的咱的。央行的外汇存底佫加220亿吼，所以咱会记得一个代志，就是讲咱家己足样的、足小的、啊足老嘅咧，啊所以头拄你讲我做连即卖 ETF， 那么安尼好拼死难、拼死足，啊其实外资这2冬已经偷偷走1000多亿美金去啊，所以咱爱知影讲吼，居高思维吼，啊咱佫另外一个重点啦吼，就是讲。中央银行的理事会足难得的啦吼，开始知影讲，咱嘛爱想寡遐个靠存款伫食老的人吼，伊拢无理心咧。即几冬
因的利息其实若扣掉通货膨胀是负的，完全无去。啊，咱家拢想讲，哦，少年囡仔后盖明明都有2栋厝好继承，啊，伊想要讲伊要家己趁，啊，就去拼死买厝，啊，其实咱就知影讲，买2、3栋厝的人足济啊。你即摆即种利息才价吼，你干那伫互伊底下拉尔啦，啊拉落了吼，啥不价起吼，迄个蚵仔真的到90块吼，因为店租伤贵嘛。你即摆店租吼，起要超8成呢。啊，所以即摆一个重点就是安尼吼，咱这个地点吼，其实是满世界啦吼。啊，但是迄个大家去排队的，也是人流较济吼，干那迄几个。因为迄个上权呐。啊，所以咱即摆就变讲，消费者上少爱知影一个代志啦吼。咱古早讲做货比三家啦吼。啊，即摆咱上少爱加行几步啊路啦吼。莫安尼讲讲屈伫遐啊，塌伫遐啦吼。因为你若无安尼哪行吼，经济嘛袂做咧势。啊，而且迄有诶店租吼，尼哭起吼。啊，迄其实是对大家拢无意思啦。因为伊也袂互遐个地方变做较清幽，啊嘛袂互遐个无真正欢迎甲对。遐个店面知影讲安怎甲服务做较更较好诶。啊，上重点一个代志吼，全世界罕尼像台湾安尼吼，热天吼店面拢开冷气，啊门嘛拍开吼，无即个国家啦吼。你伫欧洲会去用发钱啦吼，伫美国罕尼人做即种戆代志啦吼。伫日本足侪超商伊根本都无开冷气啦，干那咱伫台湾吼，逐间拢甲你放甲强，啊门拢去头伊家拍甲开吼，迄就是我咧头你讲吼，咱安即10几栋吼，啊无去反映成本吼，啊无互大家改变大家诶用电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啊甲用电的迄个心情吼，咱袂使安尼，咱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啊。政党要抢选票，所以爱黑白压、黑白骗。啊，其实黑白压、黑白骗最后是向料。老伙仔拼死咧欠寡钱，啊，拢无利息好食饭啦。啊，遐个会使拉熬拉的买厝借钱拢无利息啦。啊，咱出口吼补贴，咱迄个台币的汇率真低吼，啊，其实拢趁到啥？咱就明明知影讲，咱伫大陆的出口吼，大部分拢是咱伫台湾的大公司卖去互大陆的子公司嘛。咱舞来舞去，拢是互厂商赚去。啊，厂商赚去了，我咱哪讲做吼，咱工资伤悬吼，外劳爱佫增加啦吼。所以今年选举前，咱的政府佫开始开放外劳名额吼。韩国是咱2倍大的经济体哦吼。韩国全世界有品牌哦，所以伊的迄个。足留起来哦，啊，规模足大哦。人因的外劳嘛，甲咱平济尔，人是咱的2倍大哦。人外劳甲咱平济，咱即摆是安尼，开，啊，拢袂记一件代志吼。咱互遐个古早安尼足拼死的遮个士大人吼，啊，伊想要捡一个较轻巧的工课吼，拢无机会啊嘛，拢无机会。你即摆去注意来看吼，4星以上的饭店吼。内底伫做工课、做房务的吼，拢是来台北读册的囡仔啦。啊，咱古早遐个拍拼的遐个士大人吼，拢无机会好找头路啦。啊，咱即马吼，表面上讲做我最低工资有甲你起啦吼，啊，但是你外劳佫增加，啊是向你谈。所以即件代志足清楚的吼，咱袂使佫安尼乱啦。咱爱家己知影一个清楚，消费者加行几步仔路，你就会找到。介绍较适合的，即个厂商也是店家，伊的用电的习惯爱改，啊，咱就是爱开始甲对哦真，那迄种唔知好欠电的，唔知好改进的店，咱就莫去甲消费，因为咱袂使做戆人，因为伊迄就像头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伊门甲你拍开，啊，冷气咧开甲强，啊，最后嘛是你咧出钱啊，也毋是伊啊啦。我本来吼，咱这节目本来想讲，我今日大概是要检讨央行的动作啦，就变成检讨咱家己吼，有真正
这有影啦吼。真正爱检讨家己。为什么？大多老师讲的，我真正做有感慨吼，就是包括咱做一政策讲，你若逐工去即个便利商店吼买咖啡，还是去即个素食店买咖啡、买饮料吼，啊，你家己炸一个杯啊，你会当省5块。你若一工省5块吼，啊一个月就会当省100多块，所以起这2块的电钱，你根本无感觉吼。你若其中一厝内，你若一个人安尼做，一个月就省100多块啊。但是你有看到有几个人会当家己摕即个环保的杯啊，讲来你甲我缀咧吼，啊你缀我的杯啊就好，真少。所以我感觉是大家习惯的，就是习惯，就是你要去用迄个物件，但是迄个物件佫无环保，啊佫讲你缀烧，啊佫有一寡迄个氟化物啦，佫就是像讲免洗筷，迄大家嘛知影讲用咧对身体无好，啊你家己都你家己都无爱炸吼，啊你去夜市啊你去缀。啊，你就互伊安尼用甲偏甲开涂骹，所以这个物件大家若唔改变吼，其实你讲这个物件若省起来，比这个电价吼差佫较济。所以我感觉这边央行，我当然啦，我唔是讲就是讲央行个经济部吼，一个是起半码嘛吼，啊一个是调电价。我感觉因拢是。整体这个总体经济，台湾整体的经济去考量了，才做这个决定。第一，大都有讲到，股市吼，干那00939个00940，2礼拜甲你欠2200亿，台湾的钱哪会遮尔啊济？外资走千外亿的美金，走几啊跳出去，现在2礼拜会当欠2200亿的这个 ETF 吼，但是讲哇，原来放伫遐这个定期的这个阿伯、阿公、阿嬷吼，因感觉讲，迄定期的1%，我是要安怎过吼？所以吼，讲迄 ETF 有8%、9%、10%，全部拢搬过来吼，啊嘛去贷款才2%外呢，对无？贷款若2%，我来囥来遮若8%，我嘛阁有3-4倍，所以才会母一个 ETF， 甲你母甲大家即个总裁吼，杨金龙个王美花，我相信嘛有看到讲，哇，原来台湾的即个游资。冻伫遐无咧用的钱遮尔济吼，啊，另外就是房地产，大家最近吼，若去看全台湾吼，毋是干那双倍哦，这1000万左右，1000到2000中间的厝起到互你惊到。我拄要来的时阵，拄到一个朋友讲吼，因小弟伫即个平镇吼，伫桃园买一间800万的厝，才几年尔，才3年，即摆讲13000，800万哦，即摆起到13000，我伫新店。你敢知影买一间60几平的厝，60几万一平的厝，无几工尔，两年外，甲你起甲实价登录变90几，所以中和、永和即摆拢90几个。你想讲奇怪，厝哪会起甲安尼？就是大家拢吼，暗着算时半嘛吼，先甲你先半尾啊，利息要起啊，利息歹势0.125。那接要贷款的人无感觉，啊，另外就是1000到2000的拢是青年安心专案。我就惊的咧。真正做这人拢吼，那青年安心专案就是个固定个1.776吼，就是袂起，吼，所以就政府有补助，吼，所以有补贴了，你嘛袂感觉讲你买这个1000万以上的1000万至1500万的厝会疼买，吼，其实那这个半尾调起来，你嘛袂感觉疼，所以房地产就是起。另外股市咧，股市即马拢2万点起跳，哦，大概佮今年看到2万2、2万3以上，所以大家想讲，做用电的股票，你看中兴电啦、华城啦、大同佮甲你涨停板啦、大雅啦，所有咧做电的全部拢起，哦，所以你若遮的股东，大家拢身价起几啊成吼，有的人几啊倍吼。啊，所以房地产也起，所以干那为什么？咱讲遮济，干那咧领大薪水，领基本工资，薪水3万块、4万块左右的，才会这个固定的一般的人会对这个电价起有感觉，因为因的观念无改变，啊，因爱去经啥？因变成讲吼，但是这毕竟是大多数哦。大多数啊，所以大多数都这样的，早就有理解讲吼。我若无来学即个理财、投资、趁钱，吼，那 ETF 若会当每个月若会当欠，我嘛来欠，吼，欠款会当加一寡即个额外的收入，所以变成讲你观念若无改，吼，
观念改，除了讲欠钱以外，你爱去想办法加趁一寡外路啊，加趁一寡钱。所以你若无安尼改变，其实你要靠你的薪水来过即卖的生活，你看到这个议题，你会愈看愈艰苦。我会感觉是，我要请教蔡老师吼，国民党党团讲袂使去，那伊袂使去，刷来这项代志，就真正会继续动起来哦，吼。因为伊人即摆来较济啊，甲民众党伊就去动起来啊，若袂使去咧，袂使去台电就继续去了钱，甚至咱来看讲台电吼，咱看者，这看得真清楚嘛，咱台湾实在是足俗的电啊。国民党咧顾的是咧顾啥人？是咧顾即个大部分领薪水的人。但是这要安怎想呢？这到底应不应该呢？其实，那电价无去，那以这件电价调的幅度来讲，那真正袂当去啊。当然，顾到影响上大，嘛是这个大厂商，因为因的电池的支出会增加袂少嘛。虽然讲咱电价已经足低啊，但是因为因过去已经享受遮低的电价啊，自古以来。对啊，所以你若电价无法度去，影响上大嘛是伊。对咱一般的小老百姓来讲，咱一般用的电也无偌济，你讲要欠的电池嘛是有限啦。但是我是感觉讲，无共的政党，大家当然对这个电价反射有一寡无共的看法。但是你感觉袂当去的理由是啥？我嘛再讲个清楚啦。因为咱会当知影讲，伫未来的即几档的时间真紧啦吼，咱就会开始针对这个碳，这个来收这个碳税。还是讲，咱要针对这个碳来定价判代啊！其实电的价效，就是另外一方面，咱咧看的这个碳，咱也要去减碳的这个价效啦。因为你的电价若愈悬的话，咱减碳的这个动机就愈强嘛。你的电价若愈俗，我想要就爱减碳。所以伫这个方面，我是感觉讲，咱无共的政党咧。当然，你会想要讲，你也有无共的立场，但是袂当为反对而反对，安尼是较无正常的啦。刷落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讲，其实拄则主持人有讲到，今仔上届上要关心的是讲，中央银行安尼政策对啊毋对，电价安尼起对啊毋对。当然电价拄则已经讲过啊，但是伫即个中央银行的部分，其实我若是想要讲的就是讲，拄则我感觉几位前辈拢有讲到讲，即个房价问题。股市的问题，其实伫房价问题顶悬，是安怎咱大家拢感觉讲，咱的电价已经比其他国家叫做俗的。是安怎是我起一个电价，咱感觉咱占袂掉。第一点就是讲，有可能讲咱的薪水低；第二点就是讲，有可能咱会当支出的这个薪水无济。是安怎？啥物嘢做咱会当支出的薪水？就是讲我若扣掉一寡税。扣掉我爱纳的这个所得税也好，房屋税也好，还是讲扣掉我要纳的这个厝的贷款也好，我会当开的钱就愈来愈少啊。即摆你物价若甲起起来，对我影响会足大。但是咱来等于想上原始的这个理由，啥怎咱的政府，咱感觉咱的电价伤低无合理，咱来甲调起来。咱敢有去思考讲，咱的房屋价效伤悬，咱来互伊降下落来。咱互伊降好落来，毋是讲咱要介入即个市场，甲即个建商的厝甲泡落来，泡房地产即个房盘。是讲你若即个建商伫过去即几冬来已经累积遮大的财富，像啊中央银行伫即个选择性的信用管制的时阵，伊对着遮个建商咧借钱，对着遮已经有2间厝、3间厝的人咧贷款，你想啊到要放啊松？虽然讲你会当讲你伫过去一段时间，你已经有甲即个管制，有甲用个较严嘛，但是房价嘛是小共甲你起啊，所以伫即个方面，我会感觉中央银行你若真正对物价有关心的话，房屋嘛是会影响到咱的物价。你若有法度甲大家房屋一平，莫讲减济，减2万就好啊。20平我就减40万啊，40万你若要来纳即个电价，你足通好纳的啊。看你是要安怎开，迄个像拄则罗老师讲的，反正你问都毋免做，你总有冷气安尼放咧闹，你就毋免纳到40万。所以这是一个足严肃的问题啦。你若看到讲咱的电价伤低，你要给我管，你房价伤悬，你应该爱想办法互伊落来。想办法落来，绝对毋是讲去怎甲饲落来，是讲伊都无合理的贷款。
伊就已经有钱啊，你想要到要互伊用遮俗的利率来贷款，所以第一点，你的利率过去咱就工作者啊，你本来就起无够啊。即件我会感觉伊安尼起唔对的原因是，因为伊用电价也未起的电价，你都抑敢唔知影电价要起偌济，想要你就知影你的利率要升半倍。你的理由是讲你预测着讲未来会起，安尼意思就是讲一定会起的嘛。啊，想要你伫过去拢无爱预测，你敢若即件要预测，你合理性伫对，这是我要讲的。咱中银行哦，为着你讲你要帮助咱台湾的出口，要帮助安怎讲较歹听，咱台湾出口即几档遮好，绝对拢毋是中银行来甲咱抵用的。迄是拄啊好，咱拄着即个美国的总统，拄啊时机对着咱台湾的袂歹，啊，咱台湾过去伫一寡生产环境，厂商也拢维持了真好的即个产业链，所以咱毋只有法度讲啊，厂商对中国刷倒来台湾，咱台湾怎有法度随甲接起来，啊，出口怎变较济，所以你会当看到咱真济的即个上市公司伫即几档来即个市面上的价值，会当讲增加足济，啊，但是增加足济当然这是咱家己厂商搞。这咱袂当讲啥物，但是咱伫房屋顶悬，咱的价销咱嘛起有够济呢。啊，起啊济，伊若真正需求遐悬，咱嘛袂当起遐低。但是你若互遮个建商也好，互遮个咧炒遮个房地产也好，因咧炒的即个炒房地产的成本拢遮低话，其实这对着咱真侪少年人未来的生活，这是真大的一个风险。这嘛是即件，我会当看到就讲，执政党想要咧选举的时阵，会选啊遮艰苦的原因。你经济好是某一部分互阮的人好，并毋是逐个人拢好啊。像阮这伫学校，逐个领固定薪水的人，哪会感觉讲到经济会偌好拄偌好？你若无去炒房地产，你若无去买股票，你若甲买毋着股票，你嘛有可能讲袂感受到即个经济袂歹。对，所以咱若要讲一个。你若讲政府的施政有一个一致性吼，你着电价无合理，你爱调；房价无合理，你爱管。啊，到一点就是讲，即件其实我嘛政府未来嘛会当好好检讨的，就是拄则嘛有讲，就是讲，互一寡少年人啊做，互少年人有较安心的即个贷款。啊，其实你互伊贷款，你只是延长伊贷款的即个期限，你无甲房价降落来。啊，这上好是好着啥？是上尾啊，上基本也好着啥，嘛是好着建商啊。对着建商来讲，虽然政府的政策是要讲，互大家负担减较轻的，但是负担其实无减较轻，只是你拿要贷款扭长尔。你的负担有较轻无较轻。啊，送的负担变轻啊，建商伊起出来厝吼，怎有人甲伊继续吐去遐？是啊，就较啊，即马你政府大家一直不断咧塞即个贷款的方案的时阵，中银行怎啊向甲人起利率？这也做啥货？这就是那像中国咧做的，市啊甲套掉啊甲抬落去。这安尼讲，敢是一个正常的政策？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安尼政府安尼做，其实是无一致的啦。好，这年代吼，水电、房价、消费者，柯老师，你认为目前为止，除了，比如讲咱要说服国民党。讲你互我起，你互我起电价，但是我房价我一定的时间之内，我要创甲安怎？这政党之间大家有共识啊，民众嘛有共识啊，无这吼，这敢若咱咧迄个游乐场吼，咧拍迄个碰气，这个移落去吼，迄边就摇起来，啊，这个移落去啊，这边就摇起来，啊，同款啊，这上白遐上，遐上白遐上。我是感觉讲，因为我谈台经医生伫咧国际处啦吼，那是因为有时啊，我着爱出国去开会啦吼。那若讲甲放咧国际比较的话啊吼，我是感觉台湾的即个通货膨胀啦，啊，搁咱的电价正经是无贵啦，啊，正经是无贵啦吼。那有的人来讲，上还是无贵？伤俗我毋敢讲啦，因为当时日子咱第5名咧，上到第5名去啊。对吼，那比如讲我去年我去这个西雅图开会，吼，然后我落去等飞机的时候，我是讲啊买一个生来食者吼，结果甲算做台票差不多500-600块，干那一个这个面包啊，甲一个饮料尔，500块，500外块台票吼，我感觉迄个正经有影有够贵的，啊，而且迄个一寡美国人就是阮
当然是较早我谈迄个美国，即马佫有一寡朋友，伊嘛咧讲即马因迄边的即个通货膨胀已经起价，因无走挡袂掉啊啦吼。啊，但是咱来看讲，其实他拄啊，譬如讲蔡老师有讲，迄个就是迄个在疫情的时阵，美国的联准会有足侪迄款即个算 QE 啦吼，那造成即个货币供给通膨起来啊吼。印钞票啊。迄个时阵，咱台湾的通膨吼，通货膨胀比较其他国家其实嘛是足低。是。吼啊，所以讲咱就爱看为虾米呢？为虾米其实咱的一寡政策就是包括讲即个电价，其实迄阵啊来拢无去，唔敢叮当，唔敢叮当啦吼。啊，唔敢叮当，你说即马你就是爱反映成本嘛？即马就是反映成本的时候，我是感觉讲伊今年啦吼，伊今年是安会选今年起电价，是因为主年即个通膨的压力较大。啊，前年免讲，前年佫愈大，对无？啊，今年预期讲，小可会当喘气啊。对，啊，所以讲来反映即个成本，所以有即个必要啦。你莫讲都是档，较早毋是即个档，你之前的时阵嘛是捌起过电价。起一个伊在司机证券嘞。对啊，哦，所以讲即个其实不管都是档之前吼，就是适当的反映成本，我感觉是必要的啦。适当的反映哦。哎，陆老师。是。咱爱想清楚啦吼，就是讲伫外国一句话说 too little too late 啦吼。这回当然中央银行会知影痛定思痛吼，知影爱甲规个咱甲国际的连结吼，甲咱规个社会内底不同角色的人的迄种社会贡献啦吼，拢爱有甲肯定啦吼。咱袂使讲一世人拢嘛要出口啦吼。第二点吼。咱为着嘛要出口吼，你孝想讲做台商会转来台湾投资啦吼，咱就拼命伫遐开外劳啦吼。所以我头讲过吼，咱外劳的规模，若用经济体来比，咱已经是韩国的2倍济吼，袂使佫安尼啊啦，无人开政府安尼做的啦，无人安尼做的啦。你用最低薪资，最低薪资讲做有起啦，外劳佫开较济啦，哪有人安尼伫舞的？所以咱即马。爱知影一个程度吼，就是讲，既然咱央行的理事会知影讲，咱嘛是爱做对的代志，已经开始去调，这个开始去调吼，咱就爱知影足清楚的吼，这个方向已经定啊吼，已经定啊吼，所以你剩的你的投资、你的生活，拢爱想清楚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安尼啦吼，咱这迄个物价吼，其实咱。用10年来看吼，咱其实甲香港、甲美国拢差不多平悬啦吼。但是若敢若看这半当一年吼，咱看起来拢比人较低吼。所以袂使安尼想代志哦吼，因为咱的政府吼，每3年、每5当就检讨一届咱的统计的表现吼。10年会去大修一届吼。所以修到落尾嘛是甲人共款吼。所以咱即摆是看起来无你看的，但是咱家己爱足清楚。早晚的啦。早晚而且你无看的。并是无起哦吼，咱拢唔通孝顺讲开政府的人会替你做好代，无可能伊敢买你的票尔啦，伊敢买你的票尔，所以咱爱知影清楚，咱该付的代价咱都爱付，咱该改的生活习惯咱都爱改，咱会使参加节能减碳，互规个环境变较好，互咱的子孙后盖有一个好的地球，咱都爱做，这个代志咱若想得通吼。咱真足好困的。好，就来转。其实吼，我感觉这边中央银行跟经济部这2个制度吼，其实真正是选做伙来做吼，影响较小。坦白讲，你看美国已经利率啦吼，伊的这个联准会利率已经升到参台湾其实是1倍以上啦吼。咱是对这个基本的这个利率是对1.175吼，调到即马嘛才2%吼，2%你讲搁加起来，你即马贷款大概是2.3左右吧，吼，2.375左右，大概。但是那照美国这几年来，因为咱过去大概3、4年吼，特别拢半买吼，那就是大多我讲的，若要起嚟吼，拢安尼扭足暗的，唔敢起嚟。但是那照正常吼，房地产我算过啊，若起到4%以上，就是贷款哦。若起到4%以上，足侪人就爱开始准备讲，我的厝可能爱去拍卖啊，吼。
就是我拿袂起嘛，吼。啊，所以少年的为什么伊敢买？少年的你借1000万吼，你借1000万，你若行20年，你一个月爱3万几块。但是我若甲你延到40年，因为543嘛吼，543就是我互你5年诶宽限期，互你40年的贷款，吼，所以20年甲你变到40年，一个月1万外块，吼，1万6、1万7，你有感觉讲，安尼会使啊，吼，所以对因这少年来讲，其实无差，因为我有这个专案，吼，所以才会互房地产，或者建设公司去掠着机会，啊，就塞这少年的要爱的厝，啊，就丢入去，所以我们才会讲，做者1000万到1500万的厝，最近起甲足唔是款的，就是互你想袂到讲，安那会安尼塞出来了，啊，无偌久就 clean 安尼啦，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因为过去那照正常，咱早就应该爱升到4%以上啊，啊，但是嘛是动。但是即马看起来要升到4%，无可能，半倍要升到。即马是照这边升半倍对无吼？但是美国已经全部拢要开始降啊，所以台湾是咱哪会宰掉？无即个条件讲，我这边半倍，我佮甲你今年大概有2遍3遍的半倍，我感觉是无啥可能。伊家己嘛讲啊，我讲我已经互你 surprise 啊，我无可能互你 double surprise。所以伊无可能佮来对甲你扭起来，因为扭起来吼，安尼就要拍房啊。对，所以吼变成即马利用这个汇率用利率来拍房吼，其实照理来讲效果应该是伤害足大的吼，因为你少年的贷款足济嘛，啊变成的这个差距也足大的嘛，所以央行应该唔敢搁直升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边电价搁这个利率，央行的这个利率吼。做伙差不多时间来调整吼，我是感觉对社会影响较少啦，吼，这是互相去参详好再来做的。但是若要坚持咧，来蔡老师。我若要坚持，其实若烦恼讲起利率会去影响到大家贷款的支出，上源头就是你爱甲钱要用的细，你爱甲你的这个总房价爱甲降落低，你若房价我落降落低，你利率你要起啊10%嘛要紧。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嘛是想要讲，就是讲，中银行当然，你伫即马房价遮悬，已经遮侪少年人，你用即个方案去塞人去贷款遮侪啊，你起利率其实是较无适合的。你若要影响即个物价话，你选择性的即个信用的管制，其实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式啦。啊，我要感觉就是讲，拄则咱真侪来宾嘛讲啊足侪啊，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吼，我。对即个政府也有真深的愿望，因为大家囡仔较细汉吼，所以你有哪希望即个政府会有一个较即个长远的即个思考。即个长远的思考就是讲，是，就是长远的思考就是讲，你该起的物件爱起，你时机到，拄则柯老师讲的，你伫过去物价遐低的时阵，像你无爱互你的电价有适当的即个反应，像你要伫互遮济少年人拢去买厝的情形之下，你较利率家己我管。你若前半冬甲叫我管，前半冬无，你甲我害的。前半冬、前一冬无迄个起利率的环境吗？哪有可能？咱去看数字就知影。咱即马毋是咧讲，咱即马是咧讲客观的即个环境，对无？啊，若选举，若因为讲选举，我就毋敢去。啊，选了我就要去。你痛苦的是遮个少年人，因为你已经互伊的房价已经起起来，这是完全无合理的。特别重要，就是讲中银行，大家过去人会足尊重中银行的，是因为伊中立。但是咱即摆中银行是怎啊放我，拢无我的代志，我着起利率，啊，即摆较来指导无共的部会讲，哦，你爱想办法，基本工资较起较悬的。啊，你若基本工资甲要起较悬的，到底要起偌悬？要像韩国安尼扭吗？扭啊，规个中小企业怎啊倒了吗？这无适合嘛？你应该爱甲大家部分啊，拢会当甲家己的任内的代志做好。其实这个国家就法度较正常化咧。啊，你若卡袂到这个需要你做的代志，你用讲这你无法度做。过去咱这个杨金龙总裁上电下讲的一句话，就是讲，像我过去我无想要调利率的。因为这天然气吼，这进口物价的起价，是因为来自咱这个供给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中银行的这个利率是属这个需求面的问题，所以我去起，我无法度去
解决这个供给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柯老师一开始就有讲过。啊，你若感觉讲你需求面呢，唔是你的代志，你袂当去解决供给面的问题，谁让你伫这个电价起价是对的问题，就成本面，就是国进面的问题嘛。谁让你感觉你起利率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袂当家己过去讲过话，啊，即摆又甲颠倒头变，变成讲大家讲啊，过去那讲起来是对，啊，今仔又甲变唔对，啊，到底是对啊唔对？来，柯老师，靠你搁讲一个。因为我都同意他拄仔讲的啦，啊，我即马是搁补充一点啦，即便即个咱的总裁讲 surprise 吼，最主要是伊美国联准会开会了后，咱再开即个理监事会嘛，吼，那过去美国联准会无叮当，咱绝对袂叮当，啊，所以讲即边互你一个 surprise，就是讲，美国无叮当，咱竟然成利息的意思啦。哦，那咱来预测过来6月嘛，吼，6月吼，那准做美国降利息，啊，你感觉讲咱的央行大概是？刚刚起一件电，个起不来，啊，那就经营大 surprise， 大波 surprise。咱希望6月份的时候，咱4月过来一摆。好，感谢，surprise，感谢，谢谢。